支票就為到日本、美國30年來頭一屆聯手互惠期，傳播講，甲日本鬥相共展現爭議，對全球的經濟有利。台灣日本半導體合作愈來愈密切，唔但台積電，日月光嘛開始要佇九州買土地要設廠。西班牙佇北非的領土休達超過6萬人，為摩洛哥下境走入去休達，造成至少有72個人死亡。各位鄉親平安，歡迎收看今仔日的新聞世界通，我是丹妮。最近日票是直直落，咱來看7月2日，這當陣正式實收163塊的日票換1塊的美金，到7月23繼續落到164塊去卡刀，險險就出現164塊的日票換1塊美金的情形，這是40年來上低紀錄，嘛驚會衝擊到經濟。為了賣互日票，佫繼續落。7月31日，日本財務省甲美國財政部創下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以來，也就是要30年來頭一屆做伙出手介入來互惠期。根據路透社的報道，其實7月30日，美國財政部長貝辛德召開內閣會議的時陣，就有人翕到伊的筆記。儘管寫講要買50億至100億美金的日票，這個代辦的事項。而且美國總統川普初二的時陣表示，美國出手鬥相共，唔但是展現兩國雙方的爭議，嘛對全球經濟有幫助。這一屆美國賣歐元、買日票互惠期，互日票雖起來，而且暫時會當消透日本進口的物價，還佫有通貨膨脹壓力。然後這會當當偌久，要來觀察。日票匯率頂日一直跌，包括164塊日票對1塊美金，履新買40年的新低，嚴重衝擊日本經濟，迫使政府不得不叫盟友聯手解決。We're very strong, very strong financially, and they have a weakening yen, and they wanted a little bit of help, and we're always there for Japan. 美國總統川普初二證實，美國已經出手甲日本聯手干預惠期。Financial benefit. It's also good for the world economy. 其實，這場罕見的聯手互惠，早在幾日前就有預兆。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7月30日在召開內閣會議的時，放翕到筆記本中特別標註，購買50億至100億美金的日票的代辦事項。隨後，貝森特也發文強調，經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美日同盟當堅定對抗市場無特殊的變動。Japan wanted to. It was really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It was a signal of friendship. 美日兩國聯手進場買日票，從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以來，雙方計劃30年，各一擺公布出手支持日票的走勢。消息指出，美金對日票匯價曾經回升，展現美國跨海救援的干預力度。断固たる措置を取ると、それが実行されると、そしてそれはいつでもその狀態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を申し上げ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日票聲帶暫時緩解日本進口物價甲通膨的壓力，不過這波互惠效果會當維持偌久，有原有待市場檢驗。公視新聞4派選編譯。台積電去日本設廠了後，咱甲日本半導體合作是愈來愈密切。行政院長杜英台參加台日半導體科技論壇的時陣講，會串聯台灣13項戰略產業，甲日本17項戰略領域來合作，增加優勢。而且除了台積電，日月光佇咧去年嘛開7億佇咧日本的北九州買土地，規劃要設廠，擴大佈局。台日半導體合作佇人工智慧時代來臨，已經為過去的互補轉做共同研發、共創全球市場的戰略夥伴關係。以台積電為例，除了佇新本設廠，1廠9收支平衡，2廠更加特供3奈米製程。台灣風潮頭腳日月光也早佇2024年開7億佇日本北九州買地規劃設廠，未來也閣會繼續深化合作。針對某些特用的一個產品已經在生產，那但是先進的部分的話，就這點取決於未來整個大環境或先進晶片的需求，才會有進一步的機會去做擴產。
都因為半導體產業面臨技術創新，加供應鏈重組，導致半導體科技論壇。青山下晝佇台北舉行，行政院劉德英代表時，有估今年台灣半導體產值會達到新台幣8兆4450億，比去年成長29.5%。提及將台灣13項戰略產業加日本17項戰略領域串聯，才會當強強聯手。經濟部長龔明鑫指出，台灣半導體供應鏈廠商陸續到日本投資，日本也繼續增加對台投資。台灣跟日本之間半導體的合作是越來越密切，唇齒相依啊，我想這是很好的趨勢，那我們會來努力。第二雙邊貿易額，去年達到848億美金，雙方半導體合作關係也愈來愈緊密。專家認為，台日合作會當擴大互相的優勢。他們在材料跟機器、跟儀器設備這邊非常棒。那我們可以透過這些先進的儀器設備跟材料來發展後面的前瞻技術。半導體產業布局也同步牽動亞洲股市表現。前三日股收報607點，韓股淡薄5.12%，台股佇半導體寬帶股的支持，業績期266點，收到43386點。面對 AI 需求相關加供應鏈重組，台日情況合作會牽動開發市場走向。記者綜合報道。繼續來關心歐洲雪梨市中心附近8月初3有工地建築物崩起，造成7個人輕重傷，其中有2個人傷勢較嚴重，有送病院治療。這個意外發生在當地時間早起11點左右。雪梨市中心附近當地的施工，有一棟7公尺高的建築物，部分的厝頂甲壁堵煞是向崩起，而且佫牽連附近的加油站甲車輛，造成幾廿個工人受傷。救援人員為協會內底救出2個60多歲的工人，而且這2個人傷勢是真嚴重，趕緊送病院。因為煩惱建築物會繼續崩起，已經封鎖現場，嘛甲附近的居民疏開。若這棟建築物是安怎會崩起，也要進一步來調查。來看在南美洲秘魯真出名的景點 Nazca Lights， 傳出有觀光的飛行機摔落來，這飛行機頂13個人是全部罹難。也若在印尼有一隻渡船在海頂墜毀，目前已經救到238個人，有5個人死亡，而且還有28個人下落不明，搜救行動要持續在進行。飛機殘骸稱真大火噴出來，消防人員一直噴水灌救。這台觀光小飛機初一載人客飛過納斯卡山時陣失事落來，浪真大力，閣因為有大火，機上人員全部死亡。Y el canciller está comunicando a los consulados de los ciudadanos extranjeros que han perdido su vida. Sí, se está evaluando la suspensión temporal de este aeropuerto. 機上成員攏是歐洲遊客，分別為意大利、德國甲西班牙來的。兩個機組員是秘魯籍。調查人員一個一個檢視失事的現場、普羅佩拉等關鍵零件，同時採集樣本送去實驗室分析。Es obvio por lo que usted ve que la aeronave ha perdido altura y ha impactado con el terreno, ¿no? Y de ahí las partes se han ido hacia adelante. Nada más le puedo decir, ¿por qué impactó? ¿Por qué perdió altura? No sabemos. 印尼海上嘛無平靜，真珠聖淘沙2號渡輪禮拜為東爪哇泗水開去南蘇拉維西省下港途中，向導火，真大火噴稱半天懸。KSA Permadi saat ini melaksanakan operasi SAR kecelakaan kapal Mutiara Perindo 2 yang mengalami kebakaran di utara Pulau Madura sekitar 23 mil. Untuk estimasi perjalanan KSA Permadi saat ini adalah 8 jam. 因為火燒甲真猛，部分乘客一個着急跳海逃生，附近的商船、拖船甲印尼海軍軍艦攏加入救援，雖然陸續救250人起來，不過也是有乘客不幸死亡。目前搜救人員也繼續海空敲找失蹤者，若是渡船盜火原因也有待調查。公視新聞田偉仁、林義柱編譯。歐洲的火燒山要持續佇咧滾加，今嘛已經統計到稀裂。當地初二有2台拍火的直升機佇咧空中燒浪，造成2個消防人員不幸殉職。也那關溫嘛地勢可能嚴重，道路河的水位創下新低。這水若無夠，會影響到核電設備的降溫。所以匈牙利44年來頭一屆宣布，因唯一的核電廠要暫時停止運轉。
大會甲交演直直慶祝完，希臘當地時間8月初2下晡，2隻組來的8米消防直升機去希臘首都雅典西北邊的普薩薩區進行拍火任務。迄當陣當咧透風速超過100公里的風，互2台直升機佇個高空交會時燒弄，其中一隻導火爆炸，而且跋落山谷。一個丹麥籍飛行人員甲希臘消防人員罹難，另外一隻英國籍的飛行人員甲希臘消防人員受傷送病院治療。希臘的火燒山災情對7月底開始大範圍擴開，上無已經造成5個消防人員殉職，風速1點鐘內有120到130公里，互大火已經燒害120平方公里的森林甲農地，將肉凍厝攏互火吞去。希臘已經動員約500個消防人員，而且得到法國、羅馬尼亞等國的援助。Σβήνουμε όπου μπορούμε σε συνεργασία με την πυροσβεστική όπου μας πούνε πάμε. Αυτό που βλέπουν είναι ότι δεν υπάρχουν αέρια μέσα, πολύ λίγα ελικόπτερα, αεροπλάνα όχι. Δεν είναι μια ωραία κατάσταση έτσι. Το φαινόμενο τώρα εδώ είναι θλιβερό. Ο αέρας είναι πολύς, αλλάζει συνέχεια κατεύθυνση. 希臘警方已經抓到2個牽涉疏忽引起火災的民眾，導火原因那像就是私人風力發電機出火星。也若法國甲西班牙的火燒山災情，目前已經漸漸受到控制，進前體力的民眾也豆豆返去厝。也毋過歐洲這屆因為高溫可汗引起的火燒山災情，已經燒害43.3萬公頃的土地，差不多是1/8的台灣。可汗也互德勒河的水位創歷史新高。匈牙利政府宣布要關國內唯一一座佇布達佩斯以南的帕克什核電廠，這也是這個核電廠44年來頭一屆停機。這個核電廠負責匈牙利1/3的供電。匈牙利總理強調，未來5天就是關鍵，氣溫會升到40度，呼籲民眾都愛小心渡過難關。公視新聞景元慶編譯。西班牙在北非領土休達爆發大規模下境的事件。當日有超過6萬人為摩洛哥走入去休達，雖然大部分的人是已經互遣送回去，不過因為人數實在是太濟，場面規個亂糟糟，造成至少有72個人死亡，1000多人就醫。這種危機，互西班牙加強海陸的管制以外，嘛互歐洲邊境的安全受到討論。大批移民佇沙坡頂游開卡就走，甚至穿風寒衫為海上受向岸邊，有人利用冷態度海，也有人搬過圍欄。向來越境人潮互休達當地經歷真歹應付。وهذا الشيء هذا راه ما فهمنا فيه والو، حنا المواطنين راه ما فاهمين والو، راه الأغلبية كان خدام سمع بأن الباب محلولة، ما الباب محلولة، الناس كتدخل كل شيء طلع لهنا。休達人口只有大約85000人，短時間應急的人潮，毋但缺乏醫療甲收容所，更加造成嚴重死傷。未少人受水越境的時飲食，也是咧被破壞，也是為離岸時燒錢燒而死亡。西班牙政府緊急增派軍警強化海陸管制，多數漁民陸續返頭登記摩洛哥，有人勇行經過邊境，也有人坐軍用的卡車離開。جينا سمحوا لنا كنطلبوا الاعتذار من السباليونيين جميع السباليونيين。因為有有部分移民無願意離開，踮佇海堡也是樹骹摕塑膠管仔做枕頭，靠洗手啊甲啉水勉強度日。因為當地店頭連續關門，連基本物資攏真欠。لافونير بغينا نديرو لافونير ديالنا ما خلاوناش خلونا هنا بالشهور 3 أيام 4 أيام هما سادين علينا كلشي كاع لي ماكازان كاع الحوانت ما كاين والو كاع قلعة الماء ما كايناش。緊張情勢無完全消退，隨之移民甲西班牙軍人爆發燒燚燒錢的衝突，警方也盾牌甲軍仔對趕驅散人群。西班牙當局表示，休達當地漸漸恢復正常，已經佇邊境架設新的海上遮擋，防止大規模越境閣發生。不過休達是歐盟佇非洲只有的2個陸地邊界之一，這條空前的移民潮，也閣一擺點到歐洲對移民政策甲邊境安全的激烈爭論。公視新聞電話2主編譯。巴西10月份就要選總統啊，現任的總統盧拉今年已經80歲，初二佇咧工黨全國代表大會宣布要拼連任，爭取第4個總統的任期。伊講伊身體要真勇敢，會繼續來捍衛巴西的國防甲關鍵礦產的主權。Eu quero estar preparado para que ninguém invada esse país para levar o presidente como eles invadiram.
今年80歲巴西總統盧拉初二正式宣布代表工黨參選今年10月總統大選，這唔那是政治生涯第7擺參選，佮要挑戰第4個總統任期。Você pode evitar metade dos gastos que você tem com a saúde se você fizer o que a natureza manda você fazer. Eu aprendi isso. Por isso, queridos companheiros, eu estou inteiraço. 面對各界關注因年會問題，盧拉佇台頂展現活力，強調家己的狀況非常好，有信心帶國家走向獨立的發展。Saibam que eu vou levar muito a sério esse negócio de terras raras e minerais críticos. Tem muita gente metendo o dedo no nosso nariz, Alexandre Silveira. Tem muita gente metendo o dedo nas nossas terras. Isso vai parar. 面對美國川普政府的關稅壓力，甲4個位右派勢力的包圍，盧拉承諾加強國防，誓言保護巴西豐富的稀土甲關鍵礦產。盧拉嘛借此將對手打國家背骨來的標籤，批評波西納勒家族為着選舉利益，不惜傷害巴西本土產業，嘛要挖向美國利益。現場支持者嘛表達對國家自主的堅定立場。A importância de mais uma vez o Lula ser eleito é para que o Brasil caminhe numa independência total dos países que querem controlar o mundo, o universo. Então, 盧拉表示，這是人生最後一屆選總統，若是會當佇10月順利連任，伊會佇完成任期了後正式退休，為家己的政治生涯寫落句點。公視新聞4派選編譯。繼續，咱來看，稀土是高科技、力能發電甲武器真重要的原料。即馬中國掌控全球差不多7成稀土的產量，也有超過9成稀土加工的能力。這會當講是掌控全球關鍵的供應鏈。中國為着要保護因稀土優勢，為2023年開始禁止部分的技術甲設備外銷。有的人員甚至乎要求這護照都要交出去，限制因甲外國人士的交流。而且去年美國發動關稅戰了後，人才管控是縮了更較嚴。稀土是美中貿易戰中國有利的談判科技啊！美國甲西方領袖承諾投資數十億美金，要打破中國的產業壟斷。不過，睇起來是真歹擺脫，主要原因就是中國唔有完整的產業鏈，佮有人才儲備的優勢。根據路透社的報道，全中國有超過40個專門做稀土研究的實驗室。另外，佮有至少在美工大學甲技術學院，當年超過500名學生攻讀相關的學位。三合一體的模式，互畢業生一踏出校門，隨進入產業鏈的核心。You also need specialized human resources. So this is why I think it's it's behind that huge investment in the graduate people with specific skills for that. 稀土方合作現代工業的黃金，有特有的磁、光、電、催化等物理化學特性，對新能源的汽車到力量發電、高科技電子產品，甚至飛彈、戰鬥機、眼鏡等等的軍工用途，已經無所不在。中國的內蒙古甲四川有全球度量前2大的稀土礦區，那美國甲澳洲是分別掌握第3甲第4大的稀土礦。不過，中國生產全球超過9成的精煉稀土，甲稀土吸少，長期佔真大面的優勢。關鍵唔那是礦藏，背後閣有積極的戰略，甲研究成果真緊地應用佇產業，控制稀土會貴的價值鏈。Universities in China and the laboratories in China not only focus on new materials, but essentially on applications of these materials. So on the basis of the chain, looking for new systems, but adding value to the materials that they are working on. 不過，中國稀土產業的成功嘛，就付出環境的代價。稀土加工產生的副產品，若處理袂好勢，會嚴重污染土壤甲水源，甚至引起呼吸道甲神經系統的疾病。這種貴鬆鬆的環境甲健康成本，互西方國家過去幾十年攏將關鍵環節轉移外包，互中國全力投資加工產業，培育人才甲技術，建立優勢的空間。如今為着要保護帶頭的地位，中國2023開始禁止部分稀土加工技術甲設備出口，部分稀土產業技術人員甚至互人盜護照，限制甲外國人士接觸。相關措施佇2025美國發動關稅戰了後，進一步強化收束。這場稀土之爭已經唔那是資源競賽，是專業人才甲技術深度的長期拼場。公視新聞施惠中編譯。
節目的最後，感謝鄉親收看今仔日的新聞世界通，我是丹妮，明仔載同這個時間，咱再會。